孔子的基本思想。孔子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、教育家、至圣先师。孔子诞辰2569年的纪念日，回望我们2000多年的历史，孔子思想一直是我们民族精神的灵魂，一直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核心。为了缅怀至圣先师，我们今天就重温一下孔子的儒家思想。他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？就是孝、悌、忠、恕、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这9个字。孝，百善孝为先。孔子认为孝道是人的基础。孝不仅仅是赡养老人，最重要的是对父母和长辈的敬重之心，是态度问题。如果只赡养而不尊敬，那就和饲养牲口无异了。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敬，反而对别人很尊敬，那就不正常了。所以看一个人的品行怎么样，首先就是看他有没有孝心。悌指的是对兄弟姐妹的敬爱之情，是对孝道的补充。除了父母，和你关系最亲近的就是兄弟姐妹了。对兄弟姐妹不友好，对别人肯定也不会友好。即使表面上友好，那也是有所企图的，不是真的。忠心为忠，为人真诚、诚恳、忠厚，这叫忠。这是一种为人必备品格，不是我们很多人误会的忠君思想。不但对君主要忠，对亲人、朋友，任何人都要忠诚。具备这种品格，你才能在社会立足，才能有良好的人际关系。恕，如心为恕，简单说，就是将心比心，站在别人立场上考虑问题，现在叫换位思考。恕不等于宽恕，宽恕强调的是宽容、原谅，并不是恕。恕用《论语》上的话讲，就是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仁，就是爱人如己，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理论。所以我们讲儒家思想，经常以人道为代表。义者宜也，是指我们的行为要合乎伦理道德规范，不合乎道德规范的，就是不义。比如不义之财不可取，就是说不是正当途径，不合乎道德的钱，无论多少，都不要去赚。礼为义之用，所有的伦理道德都要通过礼仪、礼节的规范，才能得到贯彻落实。比如，你见到长辈不打招呼，正眼都不看一下，你说你心里并没有不尊重长辈的意思，但是在别人看来，你就是不尊重。这个尊重必须从礼节上表现出来，才算落实。智者知也，指聪明、智慧。孔子在教学中非常重视智的培养，好学是智的前提条件，不违背人道，是智慧处事的原则。诚信、信任，一是与人交往要守信用，言行一致，这不仅是一种优秀的品德，更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。第二个意思，国家要对人民守信，
人民的信任是立国之本，民众要是对国家失去了信任，这个国家也就无所作为了。孔子的思想几乎贯穿我们民族的历史，对我们中华民族思想性格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。谢谢您的观赏，希望您会喜欢我为您挑选的视频，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。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视频。